钱在里面呢。让我看一下。钱在里面呢。身份证。照片呢？照片？走，出来时候给忘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前面打印一下。以后做不了夫妻还做朋友呢，以后好好的，钱拿着。祝你幸福啊！可心，你知道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喂，喂，照片洗出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你快点儿，来不及了。嗯。喂。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会吗？希望不是这样吧。曾经，我是多么渴望这一天的到来，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我却茫然的不知所措，感到如此突然，甚至有一点恐慌。结婚其实很简单，9块钱，去民政局拿个红本本盖个章就可以了。结婚就是2个人从此紧紧地拴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了。我真的想好了要结婚吗？阿成是个好人，我爱他，我也知道他是爱我的。可结了婚以后，我们能够承担今后的生活吗？结婚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？